从店面外观会让人误以为是花店，走进店内才发觉是专营水果和精致包装。年轻的老板陈茂松原本是有证照的调酒师，老板娘王子柔的本业则是工程业务，都和水果花艺截然不同。不过，从9年前的草莓批发起家，一直到近2年将水果结合鲜花手工艺的精致包装，两人白手起家，无心插柳之下，却成就跳通人生。因为客制化的水果礼盒就像艺术品般，收到时那份惊喜和幸福感就是满足和体面。我一开始发现的时候，我以为是花店，结果走进来，居然是水果店。对啊，所以然后我今天就特别来挑选这个礼盒送给我的闺蜜，因为她最近刚好生日，然后她又很喜欢花跟水果，我想说就选了这个给她。他们的水果都有特别挑选过，又很有品质，然后就是吃的也比较健康这样子，所以就是会觉得说想要来这边一直持续的，就是跟朋友分享这边的礼盒。老板娘很用心，她还有用花，她那时候过年的时候还有酒，更美。那时候我送给客人，我送给朋友啊，什么就是酒啊、水果这样子弄一弄，哇，客人都好喜欢，朋友物超所值，真的。这个拿来送七夕不是更漂亮吗？你看。你想要花，有的看有的吃。本身我自己很喜欢花，然后我也希望说大家收到礼盒，不是只有水果这么单调这么简单，而是说我们可以把喜欢的一些生活点滴的元素，不管是花也好，或是女孩子喜欢的小珍珠，都放进去里面。那因为现在年轻人喜欢的都是那种 CP 值，还有那个仪式感，所以说不论是各大节日，或是甚至母亲节。然后闺蜜的生日，他们都会希望可以送水果礼盒给自己的好朋友。负责精美包装设计的老板娘很谦虚，笑说就是把女孩们都喜欢的元素放进盒内。至于一旁挑选进口水果的老板，则是用心替消费者把关，每一颗都仔细严选，从色泽、甜度等好品质都是一直试吃的结果。两人分工合作，成就一件美事。基本上每天的话，都是要试吃大概7、8种水果，基本款。那如果同一个品项，然后柑橘类，可能要吃4、5个。我们比较歪脆给，就嘴巴比较刁。我们自己觉得好吃的话，就会跟客人讲。不过，这么美的附加价值会不会很贵啊？业者表示，是水果种类从400元起到4500元不等。当然，要小巧要霸气，就是以消费者预算来量身定做。所以开店以来，累积不同的客群，假贺到小本，很多顾客也都变成好朋友来真心推荐。至于未来，就是希望方便消费者将水果和花店2合1扩大经营。台南水果礼盒首选，台南新闻郭文吉采访报道。